这边可以帮我看一下吗？这边。一下画面哦，左边。刚有记者朋友问那个就针对时间有观光局有在考，观光局这个要特别要看。大家在发起罢免的时候，市长你不曾反省过自己有没有落跑？在罢免已经通过2阶联署的时候，你却质疑我们罢免得太早。我只想对韩国瑜市长讲说，做人刚好就好，法律不是让你们这些国民党的人这样子玩的。那我也要在这边讲，韩国瑜阵营呢，现在就是使用所谓的两面手法，表面上专心防疫回归市政，但私底下却是小动作频频，甚至还发起了6大项目，兵分6路，然后来围攻我们的罢韩团体。这6路是哪6路呢？第一个就是韩国瑜市长最近他都没有公开行程，成为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个最偷偷摸摸的市长。没有公开行程就算了，他也不开会议，而且也不给预算，那也躲避我们的市民咨询。没有行程，不开会议，躲避咨询，然后不给预算。那不给预算，最后呢，在我们通过这个罢韩2阶之后，他又发起了这个诉讼，控告我们的这个罢韩，想要来申请停止罢韩。最后还有控告我们罢韩4君子，说我们伪造文书。这6个手法再证明了，每天韩国瑜市长上班的时候，他最关心的事情，他最注重的事情，不是高雄的市政，而是如何来反罢韩。反罢韩也成为了韩国瑜市长上任这1年当中所做过最认真的事情。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今天我们来到这边是为了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参加诉讼。那我们要参加的诉讼就是日前高雄市韩国瑜市长对中选会提出的这个停止执行的诉讼。那我们要参加这个诉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案件的原告是韩市长，被告是中选会。那韩市长的角色是被罢免人，中选会的角色是选务机关。那很明显的，事实上缺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罢免权人，也就是我的当事人。所以，在行政诉讼法，其实事实上在所有的诉讼法里面都有相关的规定。那我们申请参加诉讼，事实上就是让这个角色，然后能够在法院里面让这个罢免权人以及被罢免人以及这个选务机关一起在这个诉讼里面能够把这个争议来解决。所以我们今天来这边提起的就是参与诉讼，申请参与诉讼。